2026年上半年，中山樓市上演緊一場極致嘅分化，冰與火之歌。一邊係石岐街道嘅第四代住宅開盤就爆啊，成交速度高居全市榜首啊。另一廂三角鎮區供銷比高達109:1，按照依家嘅速度，現有嘅庫存單位要56年先沽得清啊。全市住宅頂住5萬伙嘅大關，平均棄貨周期接近3年。只不過整體嘅庫存已經係近1年嚟嘅低位啦，而且仲喺度快速咁縮減緊嘅。新樓每日平均成交50伙左右，睇落平淡嘅背後係區域同埋樓盤之間嘅巨大溫差。透過最新嘅統計啦，同大家客觀咁還原中山樓市嘅真實庫存同埋結構性變化。據中山中原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嘅一手住宅存量係50700伙，存量面積為594萬平方米，同2025年尾相比，伙數同埋面積按年分別跌8.9%同埋9.0%。全市平均棄貨嘅時間係34.7個月啦，係近1年以嚟嘅最低位啦。34.7個月即係點樣呢？按照目前嘅月均成交速度計啊，喺完全唔新增嘅供應假設下，現有嘅庫存吉樓要接近3年先可以消化得晒。2026年上半年，中山一手住宅新增供應5000伙，按年係跌咗21.9%嘅。同期住宅網簽成交9000伙，按年微升1.6%。供應收縮，成交微增，形成咗4000伙嘅庫存淨消耗。呢個正正係牛食草嘅效應啦。草減少咗，唔係因為牛唔食草，而係因為草生得慢咗啊，牛反而食得多咗。由於庫存存量嘅走勢嚟睇呢，中山住宅庫存自2022年已經係進入咗下降嘅通道啦。舊年上半年庫存仲有大概56000伙嘅，到咗今年嘅上半年呢，已經係壓制咗50700伙啦。1年嘅時間，庫存淨減接近咗6000伙啊！放喺更長嘅週期嚟睇呢，中山嘅庫存壓力正喺度逐步咁舒緩緊嘅，但距離健康水平仍然有明顯嘅距離啦。由成交結構嚟睇，建築面積100至120平方嘅單位係絕對嘅主力啊！上半年總共賣出咗1.6萬伙啊，反映咗市場係由家用主導嘅基本盤。值得留意嘅係144至180平方嘅大面積單位成交按年上升明顯，改善型嘅需求喺部分區域同埋樓盤中逐步釋放啊！特別係最新嘅第四代住宅啦，市場正由單一嘅用家需求過渡到用家加改善雙輪驅動。中山咁多鎮街，市場碎化程度高，庫存分佈極之唔均勻啊！截至6月30日，庫存高過2000伙嘅鎮街就有8個啦，當中伙計開發區、東區同埋坦洲鎮位列前3啊！伙計開發區以6900伙嘅庫存高居全市嘅首位，係唯一一個庫存超過6000伙嘅區域啦。東區係以4400伙緊隨其後嘅，坦洲則以4402伙排喺第3。呢3個區加埋嘅庫存已經係達到咗15700伙啦，佔咗全市嘅總庫存嘅31%。庫存量排名前10嘅鎮街仲包括三鄉、西區、小欖呢啲等等啦。呢啲區域往往係近年賣地同埋樓盤開發比較集中嘅地方，俾發展商視為兵家必爭之地。庫存量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咗板塊同埋市場嘅熱度啦。伙計開發區喺中山嘅產業同埋經濟同埋技術方面係屬於主引擎嘅，人口持續流入，住宅嘅需求呢面對係相對紮實嘅，因此長期保持比較高嘅庫存體量啦，同埋開發體量。東區係屬於成個中山嘅核心區，配套成熟，改善型集中。坦洲呢就臨近珠海啦，好大程度係因為珠海同埋澳門大量嘅街坊會過嚟呢邊置業啦。
咁同大庫存嘅板塊形成咗強烈嘅對比呢，係大涌鎮呢啲冇樓賣嘅區域。大涌鎮嘅庫存係全市最少嘅，呢度嘅樓盤5隻手指都可以數得埋，依家賣緊嘅，而且係缺乏待開發嘅新樓盤啦，幾乎屬於冰封嘅狀態嘅。而長期嘅供應滯銷之後呢，冇新盤，亦都難成交，屬於典型嘅邊緣化板塊啊。單睇庫存總量呢，就好容易判斷失誤㗎啦。衡量市場嘅健康度嘅關鍵指標係去貨成交週期啊，即係庫存量同近12個月嘅月均銷售比值。呢個數據會直接話俾你知，依家嘅銷售速度，現有嘅庫存要幾耐先賣得晒。2026年上半年，中山去貨成交週期低全國均值嘅27.4個月嘅鎮街就有7個啦。分別係石岐、馬鞍島、古鎮、沙溪、坦洲、西溪同埋港口。當中石岐街道嘅去貨速度係高居全市第一嘅。呢個主要係多得該片區嘅第4代住宅產品集中推出嚟同埋熱賣啦。好似建華、龍湖、香山頌、陰陽宜順、綠城、江山和明呢3個4代住宅嘅盤，開一個就爆一個，唔單止係推出咗高成交量啊，亦都係迅速咁消化咗呢啲庫存。石岐代表咗中山目前最活躍嘅產品力高地啦，而創新嘅戶型同埋高得房率吸引咗大批改善型嘅買家啦，形成咗有價有市嘅局面。咁馬鞍島、西區、坦洲等板塊同樣係處於安全嘅區域啦。庫存嘅消化節奏相對係比較穩健嘅。咁馬鞍島受到深中通道嘅利好啦，同埋產業嘅導入，持續咁吸引咗深圳嘅外溢客啦。咁坦洲就憑藉住珠海嘅自身嘅兩地距離啦，網簽嘅住宅數量係長期都係領跑全市嘅。咁去貨週期控制得非常之合理啦。咁西區嘅新增供應同埋成交係比較活躍嘅，市場嘅流動性係屬於良好啦，同樣係屬於一個班嘅優等生啦。咁相反，另外一批嘅壓力比較大嘅鎮街就係三角、五桂山、橫欄、浮沙、黃埔等區域啊。去貨週期全部都係超過咗100個月啊，現有嘅庫存都要8年以上先賣得晒啊，嚴重咁係消化不良嘅。當中三角嘅數據係最令人觸目驚心嘅，三角去貨週期係高達678個月啊！即係要56年，呢個數字唔係靠下嘅，而係按照嘅依家嘅庫存量同埋近12個月嘅銷售速度係對比翻出嚟嘅。三角嘅供銷比例係高達109:1，意思係每賣出一間屋，市場上面就新增咗110套嘅新增單位供應啦。喺呢種極低嘅成交量、相對穩定嘅新增雙重打擊之下咧，庫存就好似一潭死水咁，幾乎原封不動啊！56年嘅去貨時間係一個極端值啦，但係都係反映咗鎮區市場嘅流動性嘅姑息狀態啦，唔係冇人買嘅問題，而係根本冇成交啊！當下中山樓市最顯著嘅特徵就係市場嘅分化已經由板塊之間嘅深化到產品嘅層次嘅分層競爭啦。簡單概括嚟講咧，就係旺嘅區域係鬥產品、鬥戶型；咁滯銷板塊嘅區域咧係鬥價錢嘅。咁以石岐嘅代表去貨快速區域嚟計咧，已經係率先咗進入產品力競爭嘅階段啦。第4代住宅嘅概念已經係被多個盤咁係推出嚟啊！空中花園、超高嘅贈送面積，有一個 DKB 一體化嘅設計等創新係集中咁湧現翻出嚟。建華嘅龍湖香山頌、綠城嘅江山和明呢啲盤咧，唔單止喺戶型上面嘅迭代升級，喺園林會所物業服務體系上面已經係全面咁對標一線嘅城市改善標準啦。呢種產品嘅內卷嘅結果咧，係改善型嘅客戶咁有效被激活，願意為更好嘅居住體驗咁俾呢個溢價嘅，帶動咗成個片區嘅價值認同啦，同埋成交嘅活躍度啦。咁馬鞍島、西區、港口等板塊同樣係產品端嘅發力啦，同時疊加交通、產業配套等城市嘅紅利，維持住較有健康嘅市場溫度啦。就算面對高庫存，只要流速能夠保持嘅話，庫存並不可怕。而去貨週期
喐下就去到百幾個億嘅鎮街咧，依家只能係無奈咁選擇鬥價錢啦。呢啲區域揭發咗重大嘅規劃同埋產業嘅利好刺激啊！產業非常之同質化啦，客源單一啦，價格幾乎係唯一嘅競爭手段。部分樓盤不斷咁向下試底價，特價樓、公底房、低首期等促銷頻現啊！但通常只係換嚟極少嘅成交，難以扭轉庫存高企嘅困局啦。對於有意執平貨嘅買家嚟講咧，呢啲區域確實係存在價格窪地啊！但必須同時接受流動性差、配套兌現慢、將來轉手難嘅現實啦。咁由全市嘅庫存同去貨嘅時間交叉分析嚟睇咧，咁持續熱點嘅區域顯示出去貨週期短、供應穩定、市場表現佳嘅特徵。火炬、東區、坦洲、三鄉、西區、小欖等板塊，咁憑藉住紮實嘅呢啲產業基礎、人口不斷嘅支撐呢啲優勢啦，庫存嘅消化係具有可持續性嘅，值得重點考慮嘅區域啦。最後睇下今年上半年中山銷售排名前10嘅屋苑啦，第一名西區嘅華潤人行公園4季，網簽642伙，一枝獨秀啊！呢個盤以高品質嘅發展商背書啦，成熟嘅配套同埋高性價比吸引咗大量城區用家同埋首次嘅換樓街坊啦。單盤成交量佔咗西區總量嘅70%以上啊。第二名坦洲嘅國際花城啦，網簽357伙啊。作為坦洲嘅超級大盤，持續嘅新樓推出同埋社區嘅成熟度，令佢係長期咁佔領咗呢個區域嘅成交前列啦。第三名三鄉嘅華發觀山水，網簽344伙，憑藉住全市最低大裝修嘅呢個價錢嘅屋苑啦，保持咗穩定嘅成交啊。第4至第10名依次係坦洲嘅日進半島、石岐嘅裕順、火炬愛欣新城雲頂、沙溪嘅金溪龍澤花園啦，馬島嘅招商真灣府、南朗嘅錦繡海灣城，以及係石岐嘅江月灣屋苑。咁呢份榜單揭示咗幾個現象啦，一係超級大盤同埋品牌項目壟斷市場嘅流量，成交前10嘅樓盤係合共貢獻咗好大比例嘅市場份額啦。熱度極度集中喺呢10個盤啦，坦洲就有2個盤上榜，石岐亦都有2個盤上榜。西區咧雖然得1個盤，但係問鼎冠軍啊！資金同埋客源向少數板塊、少數樓盤高度集中，用家改善盤都有上榜，顯示咗需求同埋非單邊嘅萎縮，而係分層咁釋放出嚟。可以預見嘅係未來中山庫存總量仲會有望持續咁走低，因為新供應嘅持續收縮，而成交雖然唔係好火爆，但係咧基礎仲每個月喺度去緊嘅。依家嘅庫存壓力同埋結構性嘅矛盾難以短期咁去化解嘅啦。供銷嚴重畸形，去貨週期有啲以幾十年計數嘅陣間咧，需要更長嘅時間同埋更深嘅價格調整啊，甚至可能面臨咁部分項目長期咁停工，或者係土地用途嘅調整現實可能啦。而對於石岐、馬島、西區、東區呢啲保持住良性循環嘅區域，競爭力已經係由有冇轉向好唔好，產品力嘅持續升級、社區嘅配套加速咁兌現，同產業嘅交通利好呢啲深度咁捆綁，將會成為下一個階段嘅決勝嘅關鍵啦。中山樓市嘅未來唔再係屬於膽大嘅人，而係屬於做啱產品、揀好區域、睇得明分化嘅長期主義者啦。好啦，今期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一定嘅幫助，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訂閱 Tony 嘅頻道啦。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樓盤嘅，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或者直接 WhatsApp Tony，Tony 會同大家分享翻最真實嘅屋苑情況，做到有一講一，拜拜。